衛生，你話你知道點解會出事？每日都要對住嗰粒寶石1個鐘頭，對完之後又要放翻入保險庫，係咁攞出攞入，當然係容易出事啦。冇可能嘅，你聽埋我講，你就會明白噶啦。好，你講，咁啊點？嗱，咁你冇回信啊，又冇覆電報，我等到唔耐煩，幾乎就要決定唔等啦。後來卒之係接到你嘅電話，我當然就好興奮啦。唉，我就話俾你知，基娜小姐個酒店嘅地址之後，我收線就馬上同佢聯絡啦。點知就喺嗰陣，我發覺佢離開咗酒店。或者我哋從事珠寶生意咁耐咧，就有呢種本能。我知道佢一離開酒店咧，就梗係嗰粒紅寶石有問題噶啦。連倫先生，你呢種本能的確與眾不同噃。一般人喺咁嘅情形之下，一定係非常關心基娜嘅下落嘅啫，而你又只係關心嗰粒紅寶石。衛生，你咁樣指責係唔公平。連倫先生一覺得呢件事有啲唔妥，就即刻喺保險庫將隻戒指攞出嚟，戒指上面嘅紅寶石就變成而家咁樣。咪住先，你哋兩位講咗咁耐，目的係唔係想講明一切都係基娜嘅報告，話佢想向你哋行騙啊？如果我哋只係一般保安人員咁草率下結論嘅，就一定係咁樣。但係我哋係非常詳細咁考慮過，所以先至冒充警方人員，請你翻嚟協助解決呢個難題。我睇唔出有咩難題喎。寶石係喺你哋嘅保險庫度唔見嘅啫，嗰粒寶石冇唔見到。咩話？冇唔見到？咁係咩意思啊？仍然係嗰粒紅寶石，不過佢變咗，由一粒稀世奇珍變成一粒普通嘅石頭。係唔係你哋對自己嘅保安措施太過有信心啊？唔係，而且你已經了解咗呢件事嘅發展過程，請你比較下呢啲幻燈片先。嗱，而家有2張圖片排列一齊，右半邊嗰張係我哋頭先睇過嘅，而左半邊嗰張亦係放大60倍，又係同樣角度拍攝。而家嗰隻戒指，唔該你睇清楚係咪？冇錯。好，咁我就再將先後2次用同樣角度拍攝嘅幻燈片放俾你睇。嗱，衛生，而家係第6張，請你注意戒指上邊嗰條黑色嘅絲線。絲線就係喺粒寶石同個托之間彎曲咗嘅。哦，其實唔係絲線嚟，即係喺絲質衣服勾落嚟嘅一條線。如果唔係放大咗60倍，根本就睇唔到。衛生，咁你都仲唔明？我明，你講得啱。戒指上面嘅寶石並冇俾人換過。如果換過，嗰粒寶石一掉落嚟，冇可能仲有條絲線喺度。你明就最好啦。再將其他嘅幻燈片放晒出嚟俾衛生睇啊！好。好啦，最後一款都睇過啦。衛生點啊？冇錯，的確仲係嗰隻戒指，並冇換過。嗰粒寶石亦都冇攞過落嚟。咁點解呢？點解一隻價值連城嘅紅寶石戒指，嗰粒石就會變咗係普通嘅石頭？衛生，呢隻戒指嘅來歷究竟係點噶？如果要講呢隻戒指嘅來歷，就太花時間啦。請問你究竟懷疑啲乜嘢呢？我唔知，我都唔知懷疑乜嘢。自從出事之後，我請教過好多專家。我提出嘅問題就係，紅寶石係唔係喺某種情形之下會變成普通嘅石頭？喺理論上嚟講，應該有可能嘅。嗱，例如碳喺重大嘅壓力之下會變成鑽石，而鑽石喺某種重大嘅壓力之下，自然亦都會變成碳。但係呢種變化只係能夠喺重大嘅原子反應爐之中先至會發生嘅啫。而你哋嗰個保險庫，冇錯，你嘅答案同我得到嘅專家答案係一樣。戒指放喺保險庫，一個紅寶石顯然係冇發生變化嘅條件。而家剩翻落嚟嘅只有一個可能，呢個可能就係嗰隻戒指所鑲嘅嗰粒根本就唔係紅寶石。哎呀，既然唔係紅寶石，咁就係一種極度類似紅寶石嘅嘢。衛生，
你既然知道戒指嘅來歷，咁你認為我嘅講法啱唔啱？我非常之佩服你嘅想象力。你所講嘅並非係冇可能嘅事嚟。冇理由，冇理由。紅寶石嚟，我覺得紅寶石嚟噶，嗰粒紅寶石嚟噶。連倫先生，紅寶石點都唔會喺你嘅保險庫裏邊變石頭啩？咁你知唔知？如果嗰粒根本唔係紅寶石，咁你嘅意思我明白。咁你講喺整件事當中，你公司究竟損失咗幾多？我全部負責。吓？呢個唔係大問題，問題就係如果基娜小姐佢，你放心，我保證基娜小姐絕對唔會再嚟麻煩你哋。喺我補償你哋嘅損失之後，呢隻戒指同你哋公司再唔發生任何嘅關係嘅。如果有事，都只係我同基娜小姐之間嘅關係嘅啫。請問我應該喺支票度寫個咩數目先啱呢？我只係俾咗2萬磅訂金，酒店嘅開銷嗰啲支出唔好計啦吓。咁好咧？世事嘅嘢真係好似發夢咁樣啊！有時發夢都估唔到，真係。嗱，韋生，真係唔好意思。呢件事到而家應該告一段落嘅啦，係咪咧？係嘅。咁好啦，我要請，我要開始去揾基娜。相信你哋再唔會對佢有興趣嘅，係咪？再見。唉，人海茫茫，點先至可以揾到基娜呢？韋先生。哦，韋生，點啊？仲有咩事？冇。而家係純粹係我同你之間嘅事。我想介紹下我自己。我喺學校係學物理化學嘅，我嘅業餘興趣就係天文同寫作。咁啊點？咁所以你可以將我當係一個既有科學知識又有豐富想象力嘅人。咁你而家點諗？你以為我已經成功咁製造出一種好似紅寶石嘅嘢，將佢冒充紅寶石，到處招搖撞騙啊？請你原諒，呢啲係我職業上嘅懷疑。應該話係一個好有想象力嘅保安人員嘅職業懷疑。事實上，你肯用呢種方法了解呢件事，的確係值得懷疑。做司機，我而家需要你嘅幫助。如果我將呢隻戒指嘅來歷講俾你聽，話係一個非常奇異嘅故事，咁你信唔信？咁就要睇下你嘅故事係點樣。我而家先要揾個地方休息下先，而且要同警方聯絡。我一直同警方有聯絡嘅，呢點唔成問題。至於休息，你可以暫時住喺我屋企。好，我接受你嘅邀請。好嘅。點啊？聽完我講嘅故事，你有咩感想？原來戒指係嗰個米倫太太嘅。咁你係咪見過嗰個米倫太太？我當然見過啦，唔通係我作出嚟嘅咩？佢真係咁靚，仲靚過基娜小姐。我好耐冇見基娜，唔知佢而家變成點嘅樣。佢靚得好緊要。咁亦唔奇啊！我初見佢嘅時候，佢已經好靚啦。所謂女大18變，大咗之後更加靚，一啲都唔奇。而家問題就係你信唔信我所講嘅故事嘅？我信。你呢個故事證明咗一點，就係呢隻戒指上嘅嘢，可能根本唔係紅寶石，只不過係某一種同紅寶石相似嘅物質嚟。我都覺得有咁嘅可能。咁究竟係乜嘢呢？點解會變成石頭？會唔會係放射性嘅物質嚟？經過若干年之後，放射性元素起咗變化？任何可能都有。你係唔係曾經發現過嗰粒石呢？當然冇發現過啦。連倫先生點肯俾我咁做得嘅？韋生，咁你認為我哋係咪應該應該首先發現下嗰粒石，睇下佢而家係乜嘢？但係最重要嘅仲係揾到基娜先。咁多年啦，佢都係呢隻戒指嘅主人。戒指上邊嘅紅寶石究竟有咩難以知道嘅變化？當然係只有佢最清楚。係嘅，應該咁做。韋生，你知唔知我一直諗緊乜嘢？我以為已經有人成功製造出可以呃到檢驗儀器同專家嘅假寶石，咁我哋珠寶業嘅末日就到啦。好難講，或者呢粒紅寶石根本就係一粒假嘅紅寶石嚟。嗱，你攞去化驗。我去？我對本地嘅情形唔係好熟，化驗嘅工作由你進行。好，如果你要同警方聯絡，我介紹你去見專門調查失蹤嘅一位警官，佢叫做莫勒。
荷蘭嘅莫勒警官咪世界上10大優秀警官之一嚟？冇錯，就係佢。佢一定知道你嘅身份，咁呢件事做起上嚟就易辦好多。我俾個電話佢先。好啊。喂，我係揾莫勒警官嘅。我係，你係邊位？警官啊，我係祖司機。啊，有位衛斯理先生嚟咗，佢有事想見你。你話咩話？衛斯理嚟咗，佢而家喺邊上？佢就喺我身邊。你快啲叫佢同我講，快啲。請等陣，韋生，莫勒警官要直接同你講。啊，唔該。喂，我係衛斯理。衛斯理，你快啲嚟啊！關於基娜小姐失蹤嘅事，我有啲非常有趣嘅資料。真係？咁好啦，我馬上嚟啊！如果你唔識路，可以請祖司機帶你嚟。好，我喺警察總部等你，一陣見啦。好，一定見。原來佢比我仲心急，要即刻見我。係咁，我送你去警察總部，你去揾莫勒警官，我去揾人化驗呢粒石，分頭行事。好，呢個嘛。哦，衛斯理係嘛？係，冇錯。我睇唔使介紹啦，你請坐。唔該。係咧，你話有啲關於基娜失蹤嘅有趣資料，究竟係乜嘢咧？嗱，喺晒 file 裏邊，你自己睇。嗯。呢啲資料都係喺墨西哥攞翻嚟嘅。你知道基娜小姐係墨西哥人啦？係，我知。根據墨西哥方面嘅資料就話，基娜喺出世之後冇幾耐，就跟隨父母離開墨西哥，去到東方某一個城市僑居。收尾佢父親死咗，佢阿媽就帶佢翻去墨西哥。翻到去之後，兩母女嘅生活非常富裕。係啊，呢啲事我都好清楚。咁以後嘅事呢？佢翻國之後，我一直都冇同佢再聯絡。詳細嘅情形我就唔知啦。咁呢份資料都好詳細，話佢翻國冇幾耐失咗蹤，佢阿媽曾經盡過一切努力，出重花紅去揾佢。墨西哥警方亦都出盡九牛二虎之力，可惜佢好似喺空氣中消失咗一樣，一直冇再出現過。當佢再度出現之時，就係喺我哋荷蘭嘅極豐珠寶公司。所以當我哋向墨西哥去揾佢嘅資料嗰陣，墨西哥方面反而覺得奇怪。一個失蹤咗咁耐嘅人，喺法律上嚟講，已經係死咗嘅人。冇錯，你喺手上嘅資料可以見到，基娜嗰次失蹤係喺中午離開屋企嘅，從此就冇晒音訊。根據佢哋警方記錄，最後見到佢嘅人就係見佢上咗架公路車，嗰架公路車係駛去墨西哥南部嘅。咁佢用咩證件嚟荷蘭嘅？用墨西哥護照，而且護照張相係最近影嘅，佢靚得好緊要。所以機場嘅檢查員對佢印象深刻。有個檢查佢護照嘅官員話，佢護照張相同佢真人咁靚。喺咁嘅情形之下，如果佢用假嘅護照，亦都好易瞞過海關人員嘅啫噃。可以咁講，因為墨西哥方面並冇發護照俾佢嘅記錄，護照嘅真實性肯定有問題。咁佢究竟由邊度嚟荷蘭嘅？你呢個問題問得好啊！